健康的消息來關心的是，這台團隊呢是來分析手冊茶的成分，結果發現講一杯700cc半糖的這個飲料，平均的糖分已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標準，而且部分講做是無糖的，實際上所有驗到糖分，或者是呼籲講這糖分的標示呢，應該就要改善，因為消費者有知影的權利。無論是天氣燒熱，還是做工課壓力較大，真濟人攏會想要啉一壺手冊茶放涼心情。不過，台大公衛研究團隊針對市面的手冊茶做分析，所發現一壺700cc半糖的飲料，平均有46.5公克的糖，已經超過世衛組織建議大人逐工食糖量50公克上限。研究團隊嘛指出，有部分標示無含糖飲料，實際上沒有驗到糖分。飲品裡面還是有55.6%的無糖手搖飲品裡面可以檢出糖，所以這個無糖飲品不代表它裡面沒有糖，它的糖可能來自於它的原料果汁、乳品或是配料、珍珠、蒟蒻等等。但是對消費者而言，我們可能容易以為說無糖就是沒有糖，那其實這可能會影響到他的消費的行為。研究者講，啉手冊茶其實甲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關係，若無改善，國家為着要負擔疾病，會造成200多億的經濟損失。另外，研究團隊閣分析市面189件的建本，發現有26件有糖味劑，尤其果汁茶甲有料飲料上接驗到，不過成分卻表示假無清無楚。多重的人工甜味劑這件事情，雖然它並沒有達到一個暴露的毒理的風險哈，可是這個限於民眾不知道的一個狀況，對於民眾做一個有inform就是有知有了解的一個選擇，呼籲未來在政策上在實務上能夠提供民眾能夠有比較是有知情的選擇的權利。研究者希望透過研究的成果，通加做未來推動確實表示的改善，手冊茶成分透明化政策的參考，讓民眾會當知影啉到手冊茶到底有啥物款的成分，做伙守護人民的健康。記者吳正陽、王志剛台北報道。